真出名的大卖场 Costco 有一批 cheese， 伫边境防验出有致癌的物质，款用1万。这个物件若是食到到底，恐惊会增加得到血癌的风险。佮有另外一批同款的 cheese， 嘛是去验到有款用1万的物件。不过900多公斤，目前是已经卖出700多公斤啊。目前业者是先将这项 cheese 拢总落市，因为这个事件相当可能会防犯2亿。高雄市卫生局顶个月去美食的卖场 Costco 开查这款油脂摩佐罗拉甘露的 cheese， 因为这种产品被验出有致癌物质款用1万，在有效期限内还有一批。卫生局当日立即派员至好事多高雄店稽查，并且下架停止贩售。现场抽验该批产品，于7月7号晚间检验结果出炉，环氧乙烷含1.277毫克每公斤，与规定不符。卫生局的这次之后，可以的，就给他进来卖给人家了，那就不对了啦。真的就是管理上有点疏失，就是蛮严重的疏失了。根据了解，这款油脂摩佐罗拉甘露 cheese 伫顶个月离达边境查验的时阵，被验出款用1万违规，禁止输入。验过进一步追查发现，另外一批900多公斤重同款的产品，也有款用1万。验过这批产品只敢若剩156.4公斤，等于是有700多公斤的 cheese 拢卖给消费者。都无专家讲，款用乙烷主要是用伫咧消毒加灭菌，伫国际致癌研究机构内面是属于1级的致癌物，长期接触可能会增加肺癌的风险。长期的话，它会增加血癌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血病的风险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从医学报告也可以知道，环氧乙烷的话，如果工人在工作当中每天长期都接触到环氧乙烷，也会有一些神经学方面症状问题。只要他不合格，他就要去做全程通路的下架，依照3法去做裁处，那可以罚6万到2亿元的罚款。事后所讲，因为 Costco 的总公司伫咧高雄，由高雄市卫生局做调查，结果依照案情的严重程度裁罚。Costco 是回应讲，那民众伫今年5月24到7月出现，把卖这种油脂摩佐罗拉甘露的 cheese， 拢会当摕来退。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是讲，那业者无做好赔偿，无排除会提出团体诉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